减轻着少年人买厝的压力，财政部暗算8月初1要推出新版的青年安心生家房屋贷款的专案，讲要甲贷款的额度有关，为800万增加到1千万，要甲贷款的期限甲宽限期延长，为3年延到5年，贷款的利率由政府过来补贴1码，其中这个一段式的利率为2%外降到1.775%，这将做破盘纪录。财政部讲，这个政策也在讨论，也未定案。不过，民众认为问题是出伫个价效伤悬，敢若利率来补贴，恐惊帮助有限。记得你第一次买房多少钱26，对，第二次是 SARS 过后大概20。那现在呢？现在大概80到100吧。他以后买房子，你有没有觉得你需要帮忙？哎呀，年年祈求步步高升，奈薪水无起，颠倒是厝价直直起，官楼起甲遮尔水，少年仔就是买袂起。有平面媒体报道，财政部要减轻少年人买厝压力，推出新版青年安心买厝贷款专案，银行加码1码补助，一段式利率2.025%降到1.775%，贷款的年限为30年增长到40年，宽限期为3年增加到5年，贷款的额度嘛为限制800万提悬到1000万，补贴了后的利率也是市场顶的地板价。譬如讲，你贷款1000万，8月初开始利率1.775%，逐个月减纳2083块。3年就减纳超7万块。财政部计划伫咧8月初推出，为期3年，不过限制借款人含牵手、囝儿逝世、名下拢无房产，无适合用伫咧转贷户，嘛必须是新贷户。财政部讲，还阁伫咧讨论，也未定案。不过这套利多加码，敢要当互少年人下课开始要买厝？一间都要破千嘛，那你拿到好，让你贷8成好了，那你那2成就要多少？对，重点是那2成他挤不出来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如果没有其他家人帮忙的话，其实真的不容易。立马才0.25，那没什么用。最主要是总价太高了。是。您孩子有想买房子吗？那谁不想买房子？结果嘞？结果很难啊，怎么可能？吃都不够了还买房子？我们预期这个对于房市的买气帮助不是很大啦，因为年轻人买不起房子，最大部分的人还是卡在这个首付款的部分。那利率的话呢，其实以目前的利率来讲，大部分的年轻人应该是负担得起的，只是首付款的补助呢，台湾是付之阙如的。大部分的民众拢感觉买厝的价效实在是太过悬，囡仔干那要从自备款就真难，可敢要想到以后要怎纳贷款？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